小朋友，你哋好，歡迎嚟到晚安啊，小耳朵。今晚我哋一齊走進帳幕入面，喺星空下聽一個晚安故事。準備好就開始啦。亞曼認識新朋友。喺一個寧靜嘅星期六早上，小烏龜亞曼慢慢嚟到森林入面嘅圖書館。亞曼好鍾意大自然，佢鍾意海洋、森林，都鍾意研究各種各樣神奇嘅動物同埋植物。今日亞曼想揾一本關於火山嘅書，佢慢慢嚟到書架前，一邊埋頭苦幹咁樣揾書。會喺邊度呢？亞曼細細聲咁講。佢睇下呢一排書架，又睇下嗰一排書架。呢啲係昆蟲嘅書，呢啲呢就係關於雀仔嘅書。呢啲係岩石嘅書喎。亞曼揾嚟揾去，都係揾唔到自己想睇嘅火山書。由於書架上面嘅書太多啦，身形小小嘅亞曼睇到有啲頭暈，最後攰到坐喺一旁休息。佢坐咗喺地下，輕輕咁嘆咗一口氣。唉，到底關於火山嘅書放咗喺邊度呢？就喺呢個時候，一隻剛好喺亞曼身邊嘅小動物留意到佢。嗰隻係一隻小獅子，名字叫小獅。小獅有一圈圈蓬鬆嘅鬃毛，睇起嚟自信又活潑。小獅行到亞曼身邊，主動咁同佢講嘢。你好啊，你係咪喺度揾緊書啊？亞曼有啲唔好意思，帶啲害羞咁點點頭。係啊，我喺度揾緊關於火山嘅書啊。小獅聽到火山兩個字，耳朵立即豎咗起嚟。火山，我都超鍾意火山㗎。小獅開心咁講。小獅興奮嘅反應將小烏龜亞曼嚇到縮一縮，面上變得紅紅熱熱咁，因為呢次係第一次有陌生嘅朋友主動同佢講嘢啊。亞曼細聲咁講：真係㗎。小獅點點頭，接住講：我睇過好多關於火山嘅書㗎，有啲火山係活火山，佢隨時會噴出紅紅嘅岩漿，同埋冒出白白嘅煙。但係有啲火山呢係死火山，就好似一直沉睡咗咁，唔會再噴發。亞曼聽到之後，眼睛都亮起嚟。哇，好犀利啊！小獅又講：我仲睇過一本書，裏面介紹咗世界上最大嘅火山啊！亞曼忍唔住問：真係㗎？我都好想睇下嗰本書啊！請問你知唔知火山嘅書放喺邊度啊？小獅興奮咁講：梗係知道啦，你跟我嚟啦！於是小獅帶住亞曼行到另一排書架，指俾佢幾本關於火山嘅書。跟住佢哋越傾越開心，傾完火山又傾海洋生物，傾完海洋生物又傾到神秘嘅亞馬遜森林。
興奮嘅小獅一手拎住大自然圖鑑，一邊向阿曼介紹各種各樣大自然嘅知識。阿曼聽得又投入又開心，不知不覺佢哋已經傾咗成個鐘啦。阿曼都慢慢唔再咁怕醜啦。過咗一陣，阿曼微笑咁問：係啦，你叫咩名啊？小獅子笑住咁答：我叫小獅，你呢？小烏龜就講：我叫阿曼啊。小獅開心咁講：阿曼，好高興認識你啊！下次我哋再一齊嚟圖書館睇書啊！阿曼點點頭：好啊！自從嗰日開始，小烏龜阿曼同小獅子小獅成為咗好朋友。佢哋成日一齊到圖書館，一齊睇書，一齊傾偈，一齊分享好多有趣嘅大自然故事。小朋友，故事就講完啦。而家慢慢合埋對眼，深呼吸一下，等身邊愛你嘅人同星星陪住你瞓覺。晚安啊，小耳朵。